继续咱来关心花莲哦，马太安溪邦山湖涨大水，伫咧花莲造成严重的灾情。行政院长伫咧丹那市特别预算条例会增加200亿个预算，要来协助花莲的财损帮助一个重建。然后伫咧在后的伪造方案，上无是有投入5亿个经费，伫咧后礼拜二进前各部会会入去到灾区来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互灾民也有农村的农民等拢通来申请。副总统萧美琴初日下晡，搁一摆去花莲探视慰问灾民，听地方的需求，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以这个居民的生活所需优先，那后续也是希望能够在中秋节过后那个礼拜，能够让学生至少视讯哦，那或者是再隔一个礼拜学校的相关的设施也能够让学童也恢复正常的上课。马太安邦山湖溢大水是重创花莲光湖乡，行政院长杜英台初日主持宴会，开场就带领与会者默哀1分钟，家己难者致意。会后公布中央部会提供的灾后慰造方案，其中灾民慰问含津助金含辅助金的部分，死亡含失踪者是100万，重伤者25万，失业的儿少含4大人含身障者，大概人津助2万块。逐户的工园清理、护管慰造金拢总15万，税厝的逐户逐个月上济10000。也是选安全紧组，另外针对水电地组的减免，且受损保费上悬达大5万，原住民的部分急难救助，大概人上悬10万。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设置之后呢，会尽速到各村或者是部落，或者收容所，或者是公所，那么来接受民众的咨询，包括受理申请，尽速来发放。针对农村的部分，会提供天然灾害救助；产的部分，10公顷上悬补助流失10万，红台起5万，而且会提供产业辅导措施。另外，针对受灾的中小企业，提供给力的复工贷款，上悬50万，原本的贷款利息减免等等。制造业部分，我们主要提供的是针对它的相关设施设备的修缮补助，以200亿元为基础，提出丹纳斯台风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的修正，以及特别预算的追加。同时呢，也会补足各项的重建计划的所需经费，不会因此排挤到原来丹纳斯灾区在协助工作上的排挤效应。行政院表示，各部会提供的灾后慰造方案，拢总25项，投入至少25亿的经费。后礼拜二，各部会会去灾区联合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愈近愈简单愈好的原则来发放各项救助金。记者综合报道。